特朗普咧最近又成為世界級嘅新聞人物啦，因為咧佢打出咗一招咧對等關稅，引起全球咧貿易啦、金融市場咧出現咧戰爭級嘅動盪。嗱，所謂咧對等關稅，其實就係大幅向全世界輸入美國市場嘅產品咧加收額外嘅稅收。嗱，當大多數國家都選擇跪低妥協嘅時候咧，向美國要求重新談判嘅時候，只有中國等少數咧有實力、有立場嘅國家咧選擇強硬回應咧呢種唔平等嘅國際貿易欺凌。其中咧，中國選擇咧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嗱，即時咧用關稅咧、禁運等等實際嘅措施咧強硬回應特朗普嘅。各位見到冇嘅朋友，大家好，我係就是敢言吳志龍，感謝大家咧繼續同我時事咁講。大多數地球人眼中咧，特朗普係一個咧瘋狂嘅賭徒。嗱，今次咧關稅大戰等同將美國嘅國運咧係擺咗喺賭台上面咧晒冷嘅，而關稅咧就係籌碼啦。特朗普預期咧所有國家咧係難以咧承受咧超高嘅關稅，又唔捨得咧係失去咧美國嘅市場，一定咧會選擇投降，主動要求咧同美國談判嘅。嗱，事實亦都證明咧唔少國家咧確實係選擇跪低，但特朗普最關心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並冇好似咧特朗普想象當中咧出現極端恐懼啦，甚至係暴跳如雷，又或者最終咧選擇氣餒，主動打電話咧同美國求和㗎。隨之而嚟嘅咧係真正嘅對等關稅，加上一連串針對美國貿易嘅特別反制措施。嗱，中國咧強硬立場可能係特朗普嘅意料之中，但中國可以強硬幾耐呢？可能係出乎咧特朗普嘅意料之外嘅。特朗普作為一個成功嘅富商，又可以咧2次當選美國總統，發動呢場咧幾近無差別嘅關稅大戰。我個人認為咧，表面上睇落好似瘋狂嘅行為咧，應該係有精密嘅計算去支持嘅。動機咧離唔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咧3大考慮。政治方面發動關稅戰咧，可以兌現咧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再度讓美國偉大嘅競選承諾。呢個亦都係佢咧收穫大量選舉支持嘅關鍵原因。另外，亦都要轉移視線，令到美國內部咧忘記佢冇辦法解決俄烏戰爭啦，冇辦法重振經濟嘅失敗。嗱，當然啦，經濟因素亦都係特朗普咧精心計算嘅另一個因素，希望透過咧非常手段迫使咧美國嘅商人甚至乎係外商咧將生產基地擺喺美國，達到咧復興美國製造業啦，創造國內本地就業繁榮嘅一個諗法。從國際關係上去考慮，今次咧亦都係特朗普咧篩選盟友嘅黃金機會。邊個乖乖聽話啦？邊個唔肯合作？邊個有實力對抗？一次關稅嘅談判咧就一目了然啦。特朗普用呢一招嚟到達到上述幾個目的，我個人認為咧係鋌而走險嘅。而企圖咧用極限施壓嚟到迫使中國咧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嘅步伐咧，成為冇辦法挑戰美國嘅二流國家，咁樣嘅諗法更加係天方夜譚嘅。作為地球上少數有實力同美國霸權抗衡嘅經濟實體咧，中國係連日出招嘅。除咗提高美國商品進口關稅達到125%，亦都宣布咧暫停多種稀土出口美國啦。同時咧，亦都將多間美國企業列入咧不可靠實體清單，同埋咧出入口管制管控清單嘅。面對咧特朗普嘅極限施壓，除咗咧投降任人魚肉，就只有咧強硬回應咧呢一種嘅選擇啦。而中國咧係有呢一個底氣嘅，除咗綜合國力咧係不斷咁樣進步，亦都因為我哋國家政治體制咧同埋社會制度嘅韌性咧係比美國更加高，再加上咧我哋經驗豐富嘅領導人團隊。雖然特朗普咧係多次透過咧傳媒公開呼籲中國要好似其他國家一樣咧主動打電話同美國咧要求談判，但中國透過外交部重申，一意孤行嘅野蠻人係永遠唔使旨意咧等到中國嘅電話㗎。嗱，好明顯，習近平並冇按照咧特朗普嘅劇本去表演，因為咧習近平主席咧對於治國理政咧係有自己一套嘅認知啦、理論同埋經驗㗎。自從2014年起咧，就先後推出一系列咧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嘅系列叢書。嗱，呢一套嘅政治理論書籍咧，好明顯特朗普係冇細心去睇過㗎。對外國一啲咧持有對華偏見嘅民眾嚟講咧，呢套書不過係一個共產國家嘅強勢領導人嘅個人形象工程。但如果你有細心睇過呢本書嘅內容，你就會知道咧，呢套書收錄咗習主席對治國理政方方面面嘅睇法同埋底線，有方法亦都有理論。另一方面，一套可以被翻譯成為英法俄日等8種外語，行銷全球嘅政治理論書籍，又點知係個人形象工程咁簡單呢？
可以預見中美兩國嘅關稅大戰咧將會持續一段咧相當長嘅時間，因為兩國咧其實都係冇率先主動讓步嘅空間。咁樣嘅趨勢咧將會令到咧全球貿易咧拖入一個規則重構嘅未知嘅境地。對於中美兩國內部咧，民眾短期內要面對咧生活用品物價飛升嘅壓力咧，大豆、粟米等等主要咧對華出口嘅產品將會失去龐大而且係難以取代嘅關鍵市場。中國民眾亦都會因此咧失去部分美國產品嘅選擇權。全球供應鏈咧亦都將因為咧關稅嘅走勢咧而出現咧產能嘅轉移。但放眼世界，仍然係未有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嘅製造業咧有中國嘅完善同埋成熟嘅。關稅引發咧世貿，亦即係 WTO 嘅爭端案件同比係增加咗咧30%嘅。但美國根本就漠視咧 WTO 嘅規則，迫使咧更多國家咧轉向咧簽訂咧區域貿易協定，全球貿易治理體系咧面臨咧重新洗牌嘅格局嘅。中美兩國關係錯綜複雜，既有緊密合作，又有激烈嘅競爭，雙方咧要完全脫鈎，而且老死不相往來，機會係近乎於零嘅。但短期內夾雜住政治目的嘅貿易戰爭咧，將會令到兩國貿易咧出現咧脫鈎又再掛鈎並存嘅特徵。未來中美貿易咧將喺博弈當中咧尋求新嘅平衡點，世界貿易體制亦都要適應咧中美之間嘅新秩序。要奢望美國手下留情咧係並唔現實㗎，關鍵嘅係中國要點樣喺鬥爭嘅環境當中咧實現自身實力嘅提升，呢個咧先至係令到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嘅關鍵因素。今日嘅分享咧先到呢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